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爱是从神而来，因为神就是爱。上帝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使我们借着他而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就在我们心里面显明了。上帝是这样子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若我们彼此相爱，上帝就跟我们同在，爱他的心在我们心里面得以完全。让我们一起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弟兄姐妹，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歌。我们和睦同居，何等的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生命，持合一的心，凡事恩慈怜悯相待。我们和睦同居，何等的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生命，持合一的心，凡事恩慈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和睦同居，何等的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生命，持合一的心，凡事恩慈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在耶稣里，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弟兄姐妹，藉由这首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来透过祷告，我们来领受主的恩典。因为唯有在爱里面，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圣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跟圣灵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跟这位伟大的创造物主相互的连结，就是上帝的爱。愿我们都能够经历这一份爱，成为福音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愿你在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求你赐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跟计划，帮助我们订定有意义的新年计划，而且都能够逐梦踏实，在合主心意的基础上逐梦踏实，让我们的愿望都能够与主你的想法来对齐一致。求你的圣灵成长，帮助我们成长，让我们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更像主，更接近主，帮助我们成为祷告和默想神话语的好习惯，让我们跟主有紧密连结的沟通，激励我们有规律的读经，享受敬拜，与弟兄姐妹建立和谐美好的关系，进而在灵命上都能够有所成长，每一天都有主你的同在。主啊，当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
主，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并牢记主耶稣说，在神凡事都能。愿圣灵的力量帮助我们克服一切的困难，并与神更亲近。因为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你要引领我们，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你是我们的盼望。愿我们立下新年新希望，能够实现在主的美好的旨意当中，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在基督，在耶稣里，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因为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国之上，当受敬畏。没有什么比赞美耶和华更能够让我们心中对他充满敬畏。主啊，万本都属于你，我们要依靠你，我们要仰望你，一切都归于你，荣耀都归于你。耶稣，真神羔羊，配得所有极大赞美，天上地下，万口宣扬，你是弥赛亚。我尊你，我尊崇你，尊崇你名，招呼万民。你的国度在天地之上，何等圣洁，永远掌权。我尊崇你，我尊崇你，尊崇你名，超乎万民。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何等荣美，永远尊贵。耶稣，真神羔羊，配得所有极大赞美，天上地下，万口宣扬，你是弥赛亚。我尊崇你，我尊崇你，尊崇你名，超乎万民。你的国度在天地之上，何等圣洁，永远掌权。我尊崇你，我尊崇你，尊崇你名，超乎万民。你的荣耀充满全地，
尊崇你名，超乎万民。你的国度在天地之上，何等圣洁，永远掌权。我尊崇你，我尊崇你，尊崇你名，超乎万民。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何等荣美，永远尊贵。弟兄姐妹，这时候再一次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工作，为着我们孩子的学业，为着这些正在就业、寻求就业的这些青年们，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让这些在工作上、在寻求工作上、在这些学业上正在努力付出追求的同时，一样能够用祷告来交托，让主赏赐他们智慧、能力、信心和盼望，用信心祷告，用耐心等候，主必要赏赐一切的恩惠在他们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亲爱的主，当我们在职场、在课业上面对繁忙的事物跟学习压力的时候，心里忙乱的时候，主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依然警醒，不使自己陷入这些自怜自爱、抱怨的这些情绪当中。越是在工作，越是在课业繁忙当中，主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使我们不陷于思虑烦扰，快快转向主，求主圣灵来引领，将我们手上这些烦乱的这些事物，能够有条理的一一来完成，在职场中，在课业上来经历与主同在的这个喜乐。主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用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你，与你有更深的连结，向主来支取属天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在这些压力当中将重担来释放，用信心祷告，领受主你的恩典，而且耐心细心等候主你的回应，再次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主啊，求你引领我们在工作职场上，在课业的学习上的道路，使我们在职场、在工作、在学业、在生命当中都能够被圣灵来引导。相信主你必垂听看顾。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尊崇你，尊崇你名，超乎万民。你的国度在天地之上，何等圣洁，永远掌权。我尊崇你，我尊崇你，尊崇你名，超乎万民。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何等荣美，永远尊贵。你的荣耀充满全地，何等荣美，永远尊贵。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如果没有主的保守，没有主的看顾，没有主的带领，有可能再好的这些计划，再完美的计划跟行动，可能都没有办法合主的心意，而且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偏离主的道路，就变成白做工。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祷告里面重新的反省、警醒自己，时时刻刻祷告主，顺服主的旨意，让我们相信主的祝福必再次临到我们。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依靠主耶稣。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一生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信靠主耶稣。在生活中，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常会软弱，常会消极，甚至对主充满埋怨。为何主允许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认为主是不公平的，赐给我们只有患难，没有恩典。但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恩典其实已经降临。神为我们预备这些患难，是要磨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一起再次低头祷告，我们把我们的软弱交托主，求神赦免，让我们再次用信心来跟神求，相信主的恩典必大大的赐福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主因着你的十字架的恩典宝血，让我们成为神国的儿女，享受神国的一切。主，我们愿意谦卑承认自己是有限、是有罪的。主，我们愿意接受主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救主。
我们愿意时时刻刻的警醒，我们愿意渴望成为主你恩典的子女，我们愿意与主你万福的本源相连结。我们要用信心的宣告，我们要大声的呼求说：主，我要成为那蒙福的人。主，我们再一次在主面前谦卑、赞美、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是333祷告会的第2场，就是2月份。好，那我们今天要邀请的是义军长老来分享，做见证分享。好，那我们一起来拍手来欢迎王义军，义军长来分享。那个麦克风。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这一次的见证分享啊，其实大概在3个礼拜前吧，就伟峰执事就请我来做分享。那一开始他是用赖的讯息，然后请我来做分享。那我那时候可能工作就是忙，然后所以我就看了一下，要做见证分享，但是我没有看题目。因为我的个性就是，如果说我做得到，我都会答应。特别是见证分享，因为真的是受了太多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不见证分享的部分我不管食衣住行娱乐，样样我几乎都分享得出来，因为太多了所以我这个也没有再多做考虑，然后我就直接答应。然后好，那回来之后，我在想，就比较闲下来，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然后那上面写的是说，分享工作跟这个计划的部分我答了这个部分糟糕，是我最弱的一环我要怎么分享？所以这几个礼拜，所以真的一直在想，一直在思考说，那这个。我要分享什么东西然后好吧，就一直在想，结果我在思考，我在回想这一段的信主的过程，然后从信主到现在，然后这样一路下来，我在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原来在我那时候信主，然后归入主名下的同时，主就开始在调整我这个坏习惯。因为就是我老婆家军，她常常在念我说，你这个真的是很严重的拖延症，每次什么事情呢拖到最后面才要去处理，才要去做然后都没有一个想法，还没有一个计划，然后就到后来才这样子匆匆忙忙去做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很伤脑筋。可是我发现真的是，一开始到现在就一直在调整，而且怎么说调整？其实神是创造一个环境来调整我，让我不得不去改变。我现在这个工作跟我上一个工作其实都是上帝帮我找的那时候祷告。其实我那时候还不会祷告，我还用类似还愿的方式跟上帝来求，就好主你如果我那时候我的想法真的很好玩，很好笑，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时候我说，主啊，无安尼啦，你帮我找一个头路，找一个周休日的头路，我就每礼拜乖乖来做礼拜。结果真的，而且这是有求证过这真的是后来有求证过，真的是主帮我找的。然后这个我们改天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来做分享。那时候就帮我找了一个工作，然后后来是因为就是公司没有 case， 然后所以整个 team 就是解散掉我就后来又祷告，主又帮我找到这个工作。那我说为什么怎么说？上帝怎么创造一个环境给我？我是做
机电工作的机电，然后那时候第一个上帝帮我找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一个监造的工作，监造可能比较少听到了。如果说是营造厂或是机电公司的那个工地主任，或许大家会比较清楚。监造的话，就是在监督这些施工厂商的一个进度、一个品质这样的一个职务。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倒也还好，一开始就这一个案子，然后这样子的来做下去，然后这个案子快结束之前，公司又派了我一个，然后那时候总共其实在那间公司到后来总共3个案子，我一个人负责3个案子。那个尤其是机电的东西，然后我常常在想说，那个土建的一个 team 一个 case 就4、5个人，而我机电的我才1个人，然后我还要负责好几个案子，这样有时候心里在想在计较这些。然后我那时候负责3个案子，负责3个案子，我从来没有一次负责这么多案子过，那所以就是变成说。这个案子，我就是想办法去用笔记。那时候那个3C 产品其实还比较没有那么的好所以用笔记一直记然后我就可能这个案子我用这一本，然后这个案子我用这一本记，然后这个案子用这一本记有时候要去的，有时候还发生就是蛮好玩的事情，就是我去到那个地方可能要过去开会然后好本子拿出来，哇，拿错了，哇，你得去拿到那个案子的，所以那就还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时候就其实我觉得上帝已经开始在调整我，因为可能我就是这种坏习惯，没有每个好好的去做计划。然后没有很认真的去可能去看待一个工作一件事情这样子，那所以上帝就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3个案子同时让我去顾，然后让我去学，我要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第一个安排这个时间，然后第二个可能这个案子有这个案子的事情，然后这个案子有这个问题，然后这边有他的问题，然后我应该怎么去解决，然后怎么去把这样的一个时间给安排好。好，那这是第一个，这是上一个工作，然后现在那时候其实因为监造的工作比较没有那么吃重。那个只是在监督而已我还不用去分配那个厂商的工作这样，所以那时候倒也还好，但是有学到一些东西，真的是有学到一些东西。然后到这一家公司这个工作，我现在负责4个案子，整个快疯掉了，真的负责4个案子，然后负责4个案子，而且我现在是营造厂，还不是，我现在是在承造，而不是监督的工作。那个承造的话，就是还要去安排进度，还要去就是可能师傅会来问我说，哎呀，这个要怎么做，要怎么着还要去弄这些，然后比上一个工作那3个案子其实更复杂，然后其实也压力更重，然后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其实我在这里学的更多我在这个工作学的更多，因为第一个我在这边学到了用几个软体来做一个规划，来做一个计划这样子比如我而且这几个都是我那时候就是我办公室有一台我的主电脑，然后我公司因为我跑来跑去4个案子跑来跑去，然后公司也给我一台 notebook 让我带着这样子去跑然后我还有手机
啊，然后还有那个公司也发一台那个 iPad 给我们，然后在现场去做一些管控这样子。所以我有四个设备，然后我这些软体、这些 APP， 这4个我都可以看得到，我可以同步去看得到，然后很容易掌握。因为有时候我去现场的时候，我可能忘了。我没办法带我的 notebook， 我只能手机或者是我的 iPad 带着去啊，然后在那边我就可以看到我所想要看的，然后如果没有看，我还可以连线回来这台电脑去查一些资料，不用说再跑来跑去。那有这个 iPad 的时候，也有一个好处，我们之前是拿着图，然后带着一堆图，然后上去对，然后再看哪边有错误，然后再回来把这些错误丢给厂商这样子。那而且这些我觉得其实这当中第一个案一进来这间公司一个案子，然后2个案子，然后到第3个案子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因为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已经很乱，我已经开始在乱了，更不用说后来有第4个案子，我已经在乱了。然后我觉得其实上帝一直有在帮我，他虽然是在调整我改掉这个坏习惯，可是他有安排人在旁边来帮我，真的有安排人在旁边。那是我的一个下包，我的一个厂商。他也是负责好几个案子，那我这些软体几乎都是跟他学的，因为我看他好像负责了好几个案子，可是好像都很顺利，他都不会乱，而且他我在问他什么事情，需要什么资料，他马上找出来给我看，用他的手机马上找出来给我看。我说原来你。我就学他，我就说，你这些是怎么弄管理的这么的好，这么的很快的能够查到这些资料啊，他才一样教我，一样教我，然后我再慢慢去学啊，所以我觉得上帝在调整我们的时候，他不是说一直就是一直压你，一直去逼你，他还是会从旁来协助你，真的是会从旁来协助你，然后让我们去学到这些个东西，然后让我们去进步，真的，其实我觉得在这一路下来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感谢上帝，然后就在这一路下来，我感觉其实我也是跟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年轻人来互相做一个勉励啦。因为我的个性可能就是事情来了我不大会推，可是我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他都只做他自己的事情，多进来的事他都推掉，然后甚至他自己能少做，他也尽量就少做。所以我觉得其实给你多做的事情是让你有一个学习的经验。我觉得应该我们不要去推，就是做一个分享。然后你在这当中可能你会承受很多的压力，很痛苦，但是上帝绝对不会把你压扁，他会让你还能够承受的一个状况下，让你能够去成长，让你能够去改变。但是我们就是要去顺服，真的是要去顺服，就是上帝要来调整你，那你愿不愿意让上帝来调整你？好，那我的今天的分享就大概是分享到这边，谢谢各位。谢谢义军的分享在13年前的2月5号，今天是几月几号？2月5号，就是13年前。好，这个迦南教会在龙安街181号，好，在那边来开设嘉光教会。那天是礼拜天，
好，所以那一天呢是迦南教会带队到龙安街，然后去做开设的礼拜，然后嘉光教会就开始来嘉光福音中心了。好，嘉光福音中心，好，一转眼呢就已经13年过去。好，那时候去开拓的有25位从迦南教会去的同工啊，好，那大部分都是夫妻，好，但是呢只有1位是单身的，好，那第20位就是家君，好，家君就是义军的太太啊，好，那时候啊大部分都是夫妻，好，那时候义军那时候也还没有受洗。好，那时候他的绰号叫做老王，现在也是叫老王。好，但是老王常常载着家军好去聚会，好，但是呢他都在外面徘徊，好，或是在外面呼吸新鲜空气这样子。好，但是呢13年后呢，他现在是迦南教会的长老，好，迦南教会的长老，好，在教会里面来服侍。好，而且那时候去家军的家里面做礼拜啊，发现哇，他家住在这个中正5街很热闹，好，在巷子里面，好，可是在这个阴阴暗暗的巷子里面啊，因为我们是晚上去这样子，好，然后那时候他们夫妻都过着很节俭的生活，开一台福特的一台车子啊，好，但是因着认真工作，他们现在也买了房子，好，已经换了车子，也买了房子，好，然后现在已经新屋啊，已经交屋了，好，所以今天义军啊，看起来跟13年前的样子啊，哇，真的是相差很多啊，好，感谢主，上个月我们讲到的主题呢，就是为财务蒙福来祷告。好，财务蒙福来祷告。好，那我们要蒙福呢？好，其实上帝要在多方面赐福给我们。好，可是呢，好，财务要蒙福有几件事情很重要。好，我们要知道诗篇23篇第1节啊，我们请大家说一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好，那我们上个月呢提到7件事情啊，财务蒙福，第一个要知道要相信神的话，第二个是要查考神的话，第3要做金钱的管家，第4要用金钱，第5要用金钱来，第6为财务，好，第7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啊，好，那这7件事情呢，好，是我们在财务蒙福上面很重要的。好，所以过去这个月当中，好，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多少，或是你操练多少，或是经历多少。好，不过过去这个月当中，我们有过年哦，相信大家应该在财务上好都很蒙福。好，那都能够经历财务的祝福。好，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借着祷告，好来支取上帝的供应哦。好，所以我要邀请大家啊，我们再用1分钟的时间，好，为我们上个月所学习的为财务蒙福来祷告。好，如果你在这个月当中，好，从上个月到这个月当中，你觉得你在财务上面有经历蒙福的，请举手。好，感谢主，这么多人，还有人很快就举手，请放下。好，那举手的人呢，请你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如果你没有举手的人呢，好，也没有关系，好，你就再为这7件事情，好，来向神来祷告。好，我们用1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过去1个月当中2025年的1月份来操练为财务以及在财务上蒙福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金钱是你的，得获财的力量也是你的。我们要用金钱来荣耀你，用金钱来尊荣神，也要用金钱来帮助人。主啊，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经历在财务上面的蒙福，都能够做金钱的好管家。主要让我们能够在金钱上面能够一直按照神的话，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祝福。我们不是要得这世界上的祝福，也不是要向魔鬼撒旦来下拜，而是要做神的仆人，能够成为神你忠心又良善的管家。将来有一日，我们能够进入到神你的家中，得到主的称赞，说你这好又良善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天父为我们所预备的快乐。主啊，求你再一次赐福我们，让我们相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永远不致缺乏。谢谢爱我们的主，
让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经历更多在财务上面的蒙福。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不要小看祷告的力量，当我们愿意祷告的时候，这个上帝所赐给是超乎我们所求和所想的。今天2月份呢，我们要分享的是为工作、为学业的蒙福来祷告。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好，这个你喜欢你的工作，或是你喜欢你的学校？喜欢的人请举手。好，谢谢，请放下。好，那有的人退休算不算工作？退休也是工作啊，好，退休也是生活。好，你喜欢退休吗？好，有的人不喜欢退休，好，有的人很享受退休的生活。但是问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我们来思考，我们要得着财务的祝福，我们必须要有一份工作。好，这份工作让我们能够透过工作，好，能够成为金钱的领受金钱祝福的管道。你要一个工作，你就必须要怎么样？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读书哦。好，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的12章24节，请。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再一次，殷勤的人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好，当我们认真工作、认真读书，你就能够掌权，你就能够像刚才义军老王在分享的，哇，过去可能很多的工作他没有办法拿捏，但是你现在听他在这边分享的时候，不论是工地的工作、电机的工作，他能够同时 handle， 能够掌握这些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好，那这个是一个操练，一个学习。但是懒惰的人呢，好，他说这个不要，好，这个不行，好，这个我不想要，也不想学，他就最后必怎么样？服苦啊，好，就是你只能看眼睁睁的看别人享受，好，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享受。而圣经告诉我们，好，我们要在财务上蒙福，我们必须要在工作上面积极。我们要在工作上面蒙福，我们必须要在学习。从学生的时代，我们就必须要能够好好来学习。好，牧师今天很高兴看到我们当中有2位学生哦，好，就是那个怡静跟怡静的姐姐哦，我们给这2位同学来鼓励一下哦。好，在学业上面，好，其实好很重要，就是你喜欢你现在的学校吗？你喜欢你现在的学习吗？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当中，好，会排斥，好，会觉得数学很难，英语很难，好，这个国文很难，然后我们就不想要念，就想要逃避，想要用其他的方式。好，但是当我们转一个方向说，我们能够去把它学习好，这个数学好，能够把它学会好，找出那个学习的要领之后呢，你就能够掌权哦，好，就能够行云流水哦，好，就能够掌握好这些学习的内容。而世界上这些学校呢，好，这是世界最顶尖的大学啊，好，从第10名一路排到第1名。好，虽然在台湾没有排上啊，但是天外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好，但是这些学校的学生呢，他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学习。好，他们可以成为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他们怎么样认真的工作，他们怎么样子的积极的学习，他们一定是克服这些学习上面的困难。好，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挑战。而这些的全世界好市值的10大市值的公司排行榜，这也是去年2月的资料。好，那时候辉达还排到第几？好，排在第4哦，现在已经排到第1哦。好，但是我们去年台积电就已经上榜了。好，所以全世界当中，好，这些10大市值公司呢，好，在台湾有一间。好，所以今天如果能够有机会到台积电工作呢，哇，你是全球不是500大企业，是全球的10大企业。好，但是你没有到台积电工作，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买一张台积电的股票就好了。好，这样你也是全球10大市值的股东啊。好，也是他的老板。但是工作、读书，好，这一切呢，是为了让我们的人生好像能够不断的往上爬到一个叫做什么主？
人生胜利组啊。好，当你人生爬到人生胜利组的时候呢，你觉得哇，人生已经到顶了，好，已经到巅峰了，但是又如何呢？好，过去这个礼拜当中，好，我们看见这个艺人大 S 好病逝的消息，好，他也可以说是人生的什么组？哇，长得又漂亮，好，然后年轻的时候就出道，好，然后又嫁给这个很有钱的老公，好，然后又有这个幸福的家庭，好，虽然婚姻遇到挫折，但是又嫁给了这个很多人的偶像和明星，好，但是呢，没有想到，好，这个意外来得非常的快，好，人若赚得全世界，那后面呢？失去自己的生命，好，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好，人生的胜利组，它的相反就是人生的失败组。什么是人生的失败组？就是跑也跑不快，跳也跳不高，考试也考不好，好，然后什么都不会，长得又不高，然后呢身材又没有人家好。曾经牧师也是这种活在人生的胜利组还是失败组？失败组，你怎么知道？因为你可能有听过牧师分享，在我小时候哇，真的是觉得跑也没有人家，念书没有人家会念书，跑步也没有人家会跑步，好，然后呢，这个也没有多什么样的才能和才干，好，觉得人生觉得活在一个灰暗的当中。但是呢，好，因着上帝的改造，好，因着上帝给我的一个提醒，好，知道说上帝爱我。这样就够了，好，我真的不用跟我的弟弟来比较，不用跟我的妹妹来比较。好，我的弟弟是保送附中，保送师大，我的妹妹是北一女，又考上台大。好，他们都很会的念书。好，然后我的弟弟国中开始就比我高。好，然后呢，我是从国小1年级到6年级都坐，不是名列前茅，好，是坐在第一排。什么叫做坐在第一排？好，就其实班上最矮的都坐在第一排。好，但是呢，当我知道上帝爱我之后呢，好，这一切的比较其实都不重要，所以我不是为别人而活，也不是跟别人竞争，好，也是为上帝而活。好，所以工作不是咒诅，读书不是惩罚，请大家说一次。我们读了创世纪第3章，看到亚当夏娃，好，他们没有听上帝的话之后，好像土地被咒诅，亚当夏娃被惩罚。好，男人必须要工作，然后汗流满面，好，就是做到鼻子流汗才能够填饱肚子，因为土地被咒诅啊，好，土地会长出那些荆棘和棘藜，还有这些杂草。好，但是在被咒诅以前，土地是长出的都是人可以来享用的这些美食和美物啊。但是呢，工作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而要有好的工作，必须要好好的读书。好，所以跟我们旁边说，要有好的工作，就必须好好的读书；要有好的工作，就必须有好好的读书啊。好，现在是不是要读书？好，读什么书？读圣经，好，读圣经呢，会让我们读比其他的书更棒。好，跟你旁边说，读圣经比其他的书更棒。昨天我和牧师娘去图书馆去参观那个龙岗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刚盖好的时候，那时候10几年前有去，然后10几年后再去呢，还是非常的有特色。好，里面全部都是这个木造的。好，那因为是寒假当中，所以有很多的学生在里面看书，在里面读书。好，但是很多人去图书馆都是去做什么？我在图书馆1楼看到那一排的电脑，很多的学生去图书馆是在电脑前面看 YouTube 啊，在电脑前面玩游戏啊，就是去图书馆夏天去吹冷气。但是也有学生呢去图书馆当中去好好的读书，但是并不多。读书会让我们更有智慧。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3章23和24节，请。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督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啊！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哪里做？是像是给谁做的？给主做的。所以不论你要工作，你要读书，就像刚才牧师所分享，过去牧师念书念得连
比自己的弟弟妹妹还不好，好，这要工作，好，要跑步，好，都没有办法比得过人家。但是当你知道是为主做、给主做，不是给人做的时候，你就不用去跟人家比较，主也不会去拿别人来跟你比较。所以呢，你就要知道从主那边就能够得着祝福啊。所以服侍基督是永远的工作和学业。好，请大家说一次。服侍基督是永远的工作和学业。不论你今天是不是退休，但是你要一辈子的服侍基督，阿们。你要一辈子的效法基督，学像基督，阿们。所以我们要从基督的身上成我们一辈子的工作和学业。我们最近在读民数记，民数记之前我们读什么？利未记。利未记、民数记让我们看到利未人的生活。利未人的工作是从30岁做到几岁？50岁，好，很棒。好，从30岁做到50岁。那请问50岁之后他们要做什么？退休。好，然后呢？退休之后呢？好，去环游世界，还是没事情做？那他们需不需要去耕地？他们需不需要去买股票？他们需不需要去投资？那他们怎么生活？好，如果我们读了利未记，读了民数记，就知道利未人的工作，好，他们生活的供应呢，全部都是另外的12个支派。好，那他们本来是一个支派，但是他们被分别出来，好，成为长子。所以其他的12个支派呢，好，所有的1/10都送到利未人这里，而利未人所有的1/10又送到哪里？送到祭司那里。好，所以祭司非常的富有，是全国的1%哦。好，那是非常高的收入。所以到了耶稣时代，撒都该人，哇，为什么他们的衣服都比人家漂亮？因为他们好是享受这个。但是到耶稣那时代已经没有12支派，好，因为他们已经被掳归回之后。但是祭司他们的工作呢，其实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他们必须要战兢兢，好，必须一天都不能够松懈，好，因为大祭司亚伦，好，带他的儿子，好，这个4个儿子，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好，他的2个儿子就是因为没有战兢兢，结果呢，好，第一天上班就被烧掉，就被上帝用火给击杀，好，因为他们没有遵从上帝的话。但是30岁到50岁工作几年？20年啊！那时候的平均寿命几岁？我们想说可能平均寿命60岁、70岁，好，不尽然。好，那时候摩西几岁？摩西出埃及的时候都已经80岁了，他的哥哥83岁，大他3岁，他还有一个姐姐米利暗也是80几岁，所以那时候平均寿命也不见得是只有70岁和80岁，因为摩西诗篇也说，人的一生70岁，强壮的可以到80岁啊，所以他们50岁退休到80岁，好，这30年。他们已经透过那个工作，已经奠定他们人生下半场的祝福。所以透过工作，好，利未人的服事也是一份工作。好，有一份调查很有趣，台湾人找工作平均找一份工作要花多久的时间？有没有想过？要不要猜猜看？台湾人找工作平均要多久的时间？1年哦。1个月哦，还有没有？3个月，好，1个月跟3个月的中间啊，差不多2个月，好，大概不到2个月，台湾人好找工作算好找还不好找？好找，好，不到2个月，平均啊，好，平均啊，有的人说我已经找很久，好，那可能是那个是不同的因素哦，好，但是根据劳动部的调查，好，台湾人平均就业谋职不用2个月，好，不用2个月，好，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劳动部呢，好，这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所，在它的网站上面，好，不晓得有没有去看过这个叫做职涯测评专区哦，好，上面呢就有几个你可以点进去做的事情，我喜欢做的事情。然后点进去之后，一连串的问题，它就可以帮你去评估适合去就业的职业内容，还有我的工作气质测验，
还有工作风格测评，工作风格测评哦，好，一个是求职端，一个是求财端，就是站在老板这边和员工这边，你可以去做这个叫做 PPRF。好 ，PPRF 好，这个人力的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发展，这是我们国家好提供给所有台湾人好都可以免费去用好，所以你有兴趣的话好，你可以去看。但是这一些呢，都是因为政府有钱有预算，所以他把这些资源都是免费的放在网站上面，让所有的台湾的国民好公民都可以去享有这一份的资源。但是如果这个立法院好，这个把这个国家的预算砍掉之后，这些网站还有没有？好，没有。好，连这个教育部也有一个家庭教育资源网。好，这个家庭教育资源网就是终身学习。你的学习不是只有学校的学习，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云端的学习，但是呢，连我们的教育部都有讲到，这个家庭好怎么样，社会大众学习资源、专业人员的认证专区，还有专业人员的学习资源哦等等，好，这一切的资源呢，好都是让我们可以去享受的福利。好，但是呢，好，在我们的工作、就业，好，我们成为一个中华民国好的一个国民，我们是享有很高的水准，好，在世界上是很有竞争力的，好，因为我们不断在提升我们的工作，提升我们学习的素质和能力，好，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自己的能力提升的话呢，这是我们的问题，好，因为国家都已经把这样的资源好给我们，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好，跟你旁边说，身为台湾人非常的有竞争力，身为台湾人非常有竞争力，好，所以呢，你的竞争力是不断的学习，而且我们的国家不断在支持给我们，而这个竞争力呢，对基督徒来讲，好，是一个蒙福，是一个祝福啊。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的第9章第8节，好，看得到，一起来读，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上帝真的很爱台湾人，好，让台湾好很有竞争力，让台湾的环境教育不断的提升。好，第一个学校以前是这个所谓的私塾，后来是这个上学，但是后来宣教士来之后，好，在北部的淡水，在南部的台南，都设立了学校，用西式的教育、西方的教育，提升台湾人好的这个水准。好，所以台湾的西式教育，好，在今年是来台160周年。160年来，好，让台湾好本来是一个非常落后、好还没有完全开化的地方呢，但是在160年后，好，台湾的竞争力呢，好超越了很多的国家，甚至超越了德国，好超越了法国，这些过去在中世纪，好在整个教会史上非常有竞争力的国家，好，台湾能够很快速的超越，只花160年的时间哦。就好像刚才听到的老王，13年前，他还只不过是在外面呼吸新鲜空气的老王，但是13年后，他是在教会每个礼拜都来教会服侍的义军长老。好，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把这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去行什么呢？各样的善事，所以上帝要祝福我的工作，祝福我的学业，来荣耀基督。好，请大家一起说一次，用我的工作和学业来荣耀基督。再说2次，用我的工作和学业来荣耀基督。最后一次，用我的工作和学业来荣耀基督。我们要透过工作，我们要透过我们的学习来荣耀神。不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期许和计划，而是为了能够来荣耀基督啊！所以工作是一个祝福啊！好，我们一起来读雅比斯的祷告，请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再一次，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
不受艰苦。去年我们在读历代志的时候，好，历代志上讲到大卫，好，犹大的族谱的时候，中间突然冒出了亚比斯这个人。亚比斯这个没有讲到他的爸爸妈妈，没有讲到他的孩子，但是他就留下了一个亚比斯的祷告。所以亚比斯，好，今天牧师要用亚比斯这4件事情，一起让我们来学习，在工作和学业上得上帝的祝福啊！求主赐福于我，好。求祝福不是一种自私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不好意思为自己来求，不好意思为自己的工作来祷告，觉得哎呀，我只要有就好了，我只要60分就好了，甚至我们只要怎样70分就好了。好，但是你如果可以80分，你为什么不跟上帝求呢？如果你有机会，上帝可以让你90分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上帝求呢？亚比斯的祷告，甚愿你赐福于我。这一段祷告完之后，圣经说神怎么样？神就应允他所求的。所以求主赐福于我，好，是合神心意。好，跟你旁边说，求主赐福于我，是合神心意。如果上帝说不可以，你不能为自己祷告，那一天上帝就不会答应亚比斯的祷告。但是亚比斯他说，求上帝赐福我，就如同你祝福亚伯拉罕，让使万人能够因我而蒙福。所以当我能够有机会得到上帝祝福的时候，我们要跟上帝大胆的求祝福，并不是为了自己，就如同我们的工作学业是要来荣耀基督一样，因为我们是要反映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一个丰盛的形象，好，神的形象是要使用我们来祝福别人，所以要求主赐福于我。好，说我跟你旁边说，我看见你的身上有神丰盛的形象，我看见你的身上有神丰盛的形象，所以我们要反映神的形象。如果我们常常穿得很寒酸，好，如果我们常常穿的这个鞋子也破，衣服也破，好，但是有人是故意把裤子剪破，好，然后鞋子挖洞，好，但是如果我们常常就是这样过着一个像是一个游牧民族，好，过着好像是一个这个街友的这个生活的时候，神的形象，好，你所反映出来就是一个这样的形象。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反映出神的形象，好，你把你心中那个神荣美的形象能够活出来，你就要好好的好锻炼自己的身体，好，不会放纵自己，好，然后呢一直不断的吃，或是放纵自己，好，然后也不洗澡也不刷牙，就不会不放纵自己，好，然后呢也不在意自己的外表和外貌，因为我们要来反映神的形象。亚比斯的第2个祷告是什么？求主扩张我的境界。什么是扩张境界呢？就是不以现况为满足啊！希望上帝能够更大、更多的使用我们。好，所以刚才听到义军的分享，好，我觉得他真的是他的人生的境界就不一样。好，他能够愿意，当他愿意的时候呢，上帝就更多的使用他。所以他说，好，当他就是他的习惯，好，就是不会拒绝。但是这个不会拒绝呢，好，就成为一个祝福的开始。当有什么样的服事，当有什么样子的工作，当有什么样的任务，好，你说啊，不要开始想到自己，我不行，我不能，我不会，我不要，好，而是愿意的时候呢，神就在扩张我们的境界。上帝要扩张我们的境界，好，是不是要说把我们带到那个硫磺火湖？好，就好像这个礼拜天的讲道当中，讲到这些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在跟摩西，在跟亚伦，在跟这个约书亚和迦勒这边埋怨，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那个迦南地、迦南的巨人的面前去呢？我们不如回去埃及继续当奴隶，不是更好吗？上帝要扩张我们的境界，可是我们的内心或是魔鬼或是撒旦，他会不断告诉你啊，你做不到了，你去你就不过像是一只蚱蜢一样啊。我们要除去我们心中里面那种担心和惧怕，会觉得说自己做不到，而是知道上帝要扩张我的境界。好，请跟自己说，上帝要扩张我的境界，说3次。上帝要扩张我的境界，再一次。上帝要扩张我的境界，最后一次。上帝要扩张我的境界。
所以，如果你现在你觉得你的人生好已经在一个巅峰状态，当你相信上帝要扩张你的境界之后，你就能够继续的更加的往前。什么是扩张境界呢？扩张境界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好，有一个富爸爸好不好？好啊，你有没有富爸爸？没有啊，有啊，我们都有一个富爸爸，好，天父爸爸，好，没有一个人比天父更加的富有。我们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好，这些像这个星宇航空的张国伟啊，讲成张国荣啊，张国伟好，他是正是站在有一个富爸爸，可是他很有志气，好，因为他学习到很多的知识，所以他可以把他父亲所给他的遗产，好，可以用来造就或是来缔造更大的财富，好，更多的专业，好，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好，把他的梦想和工作都能够结合。但是当我们扩张境界呢，好，就像是迦勒一样。迦勒好，上礼拜天讲到说，在他40出头的时候，他就成为那12个探子。可是因着这100多万的人的不幸呢，好，他跟着一起在旷野里面又住了38年。当他们真的过了约旦河，攻打耶利哥城，然后约书亚按照摩西的吩咐要分地的时候，好，谁说第一个上去攻打？迦勒说：“我第一个上去。”而且他攻打是那个犹大山地。那时候他几岁？85岁，好，但是他说他跟他年轻的时候一样，他不会因为他现在年纪大了，好，然后就不要扩张境界了啊，拎少年的去就好啊，好，拎你们年轻人去就好了，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伟人，好说上帝愿意使用我，只要上帝说 OK， 我就愿意为上帝所去。好，所以在教会当中，好，年纪越大，信心要越大。好，跟你旁边说，年纪越大，信心要越大。好，台语说：“假如老信心爱愈大。”好，讲一盖，假如老信心爱愈大，这个才是属灵的长辈。但是呢，我常常在不是我们教会，好，很多我牧师去不同的教会，会听到说：“无啦，免啦，这少年就好啦，我拢退休啊，这老啊，免叫我啦，我袂当啦。”好，就把自己越来越丢弃。好，这个年纪大，可是他没有把那个属灵信心活出来。年纪越大呢，反而就丢弃。说免，这好少年呢，拢好少年去做就好，免，我唔免。好什么共读免，好少年去就好。好，身边去退休会让年轻的人去。当我们的信心开始这样之后，你的年纪呢，就会真的信心会跟年纪呢，都就会成反比啊。好，所以我们不要求主扩张我们的境界。雅比斯的第3个祷告是求主怎么样？与我同在，好，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好，因为上帝的同在就是我们蒙福的决定性的因素啊。圣经当中，好，我们看创世纪，不论是亚伯拉罕，不论是以撒，不论是雅各，甚至后来雅各的约瑟，好，创世纪就在讲这4个人物，从12章之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4个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上帝与他同在，好，神与他同在，好，这个与他同在，好，真的就是解决一切的问题。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好，当然就是要足坛、献祭、祷告，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好，只有约瑟他没有足坛献祭，但是他被关在监狱当中。可是他接着怎么样？祷告，上帝与他同在。他被他的哥哥出卖，丢到坑里面去，后来被这个骆驼商人卖到埃及去，甚至在波提乏的江中，好，然后又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但是他接着祷告，上帝就与他同在，让他就比所有的犯人好更加的卓越，更加的出色，让他比所有在埃及里面的这些当官的人就更加的卓越跟出色，就让他能够成为整个埃及法老，把整个埃及通通交给他。但以理也是这样，我们去年才读过了但以理，这些人都是有上帝的同在和他的3个朋友。因为上帝的同在，所以使他不论在工作上面，不论是在他的学识智慧上面，在他的读书上面，上帝都祝福他。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想要的和需要的，但是真正能够想要的、需要的是神想要的，还有神需要的，以上帝为出发点。
去思考什么是神所想要的，什么是神的家所需要的，就会有上帝的同在。好，所以跟你旁边说，思考神想要、神需要，就会有上帝的同在。思考神想要、神需要，就会有上帝的同在。因为马太福音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就要加给你们。所以他们每一个出发点，不是想自己想要的，不是想自己需要的，而是神想要的、神需要的。神的灵就会感动我们，神的灵就会在我们的身上，上帝的同在就会与我们同在，而我们就会经历那个超自然上帝的祝福。最后雅比斯的祷告是：保守我不遭患难，好不受试探，好保守避免落入罪中啊。我们在工作的成功，好。我们的以前的台北市市长，好，他第一次选上的时候，哇，真的是让很多人拍手叫好，好，那个胜选之夜，好，而他上去的那个胜选感言，好，只有3分钟到5分钟，讲完之后呢，好，讲了一句话，好，说明天怎么样？继续嗡嗡嗡，好，早上7点继续工作。哇，大家听了说，我们终于选出了一个好市长。哇，台北市长久以来我们选出一个好市长，台北市民有福了。哇，他真的就很卖力的工作，很卖力的上班，还坐公车，还骑 U bike。哇，大家都看好他。结果10年之后去哪里？去了土城。好，为了金华烟云，好，为了很多的试探，好，让一个勤奋工作的人，也有可能陷入到陷阱当中。不论你是不是市长，好，不论你是在哪里工作，或是你是不是学霸，每一个都有可能遭遇试探。但是上帝应许我们永远有出路啊！上帝应许我们永远有出路，意思说啊，这些试探不是不会来到，好，因为主导我说，保佑我们怎样不进入试探，好，不地里地气，好，那个台语翻的比较准确啊，不进入试探，好，我们说不遇见试探，好，那个遇见意思就是进入到试探，试探是满地都是，但是责任是你要进去还是不要进去。亚当和夏娃他们也是满地都有试探，但是自己的责任是你选择要进去，好，所以我们要求上帝保佑我们不遭患难，所以不遇见、不进入试探，好，就是圣灵给我们有抗拒试探的能力。好，请大家说一次：圣灵给我们有抗拒试探的能力啊。好，其实呢，当夏娃好他在面对蛇的引诱的时候，圣灵也有帮助他。神不是说什么什么什么吗？好，他说了95%是对的。但是偏偏就是有5%是错的，他没有把神的话呢，好完整的说清楚，以至于呢，蛇就利用那5%的错的，好就找到了机会，让夏娃就进入试探，而夏娃进入试探，好亚当爱夏娃，也跟着夏娃进入试探，所以呢，他们2个人就遭受上帝的刑罚。但是圣灵在保守我们，是因为能够保守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只有方言祷告，不是因为我们只有圣灵充满，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什么？所以圣灵来，好，耶稣说圣灵来会叫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圣灵就是用上帝的话，好，就是圣灵的宝剑，能够灭尽好恶者一切的火箭。圣灵来就是让我们能够举起信德的盾牌、公义的护心镜，还有救恩的头盔，有真理的带子，能够束腰，使我们有得胜的力量啊！所以雅比斯的祷告，好，我们再念一次：圣愿你赐福于我，将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守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好，所以这4个祷告呢，就是求主赐福于我，求主扩张我的境界，求主怎么样与我同在。第4个呢，求主保守，避免落入罪中。好，让我们能够有神的话成为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这里有一个祷告文，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读。主啊，感谢你给我工作和学校，求你祝福我，
将你的恩典倾倒在我的努力上，帮助我以得到祝福去祝福别人。求你扩张我的境界，帮助我为你的国和你的旨意做更大的事。请你与我同在，时时彰显在我的生活和生命中，保守我不遭患难，保护我不受试探，带领我远离灾病，使我从恶事及恶者中释放。阿们。工作不是咒诅，读书不是惩罚。好，你要宣告：我喜爱我的工作，我喜爱我的学校。好，我们宣告3次。我喜爱我的学校，我喜爱我的工作，我喜爱我的学校，我喜爱我的工作，我喜爱我的学校。当你有这个喜爱的心的时候，每天天亮眼睛要张开的时候，你是从床上面怎么样弹起来？好，充满了活力。好，因为你喜爱工作，迫不及待要去上学，迫不及待要去上班。但是如果你不喜爱你的工作，不喜爱你的学校的时候，你是再给我5分钟，再给我3分钟，再给我2分钟。好，能够请假就请假，能够不上班就不上班。好，能够拖就拖。但是上帝要透过我们的工作，透过我们的学校来祝福我们。工作是个祝福，读书是幸福。阿们吗？如果你要为你的工作来祷告，为你现在的就业就学来祷告，发现神要给你的命定和祝福，这是上帝给你祝福的管道，就像是金钱一样。工作、读书都是神要祝福我的管道，让我好好把握我可以工作的时候，让我好好把握我可以读书的时候，让我好好把握我退休的时候。我年纪大了，但是我的信心要比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更大。我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要继续的服侍神，我要比我利未人30岁到50岁在服侍神的时候更加的努力来服侍神。上帝要透过我们的信心来祝福我们。邀请大家，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唱这首回应的诗歌。主温柔的生命，让我全心感受，渗透我的生命，赐下平静和安息，你是我心的满足。主慈爱的真理，主慈爱的真理，使我看见你荣光照向我，保卫我的身体，赐下平静和安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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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行走时，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行走时，在我行走时，成为
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行走时成为我道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不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在不找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事，依然扬声歌唱。我们第一个祷告，求主赐福于我，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求圣愿你赐福于我，主啊，赐福在我，还有在我和我家人，还有我的弟兄和姐妹，在工作上赐福我，在学业上赐福于我的家人。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活出神你的美好的形象，能够来荣耀你，能够来彰显你的荣美。主啊，愿你大大的赐福于我，因为你是赐丰盛的主，你是凡事富足的神。谢谢赞美主，主啊，我们要来活出神你的美好信实。第二个祷告，求主扩张我的境界。开口为自己来祷告，主啊，求你扩张我们的境界。主啊，不论我现在日子如何，我的力量就如何。主啊，让我能够站在属灵巨人的肩膀上面。主啊，让我能够看见神你要带领我能够突破万难。主啊，赐给我约书亚的信心，加勒的信心。主啊，能够勇往向前。主啊，把那流来云密之地，那应许的迦南地赏赐给我。主啊，相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主啊，都要得地为业，得着祝福。主啊，我们不以现状为满足。主啊，我们要继续的往前，我们要继续的来向前行。主啊，我们要看见耶利哥城倒塌。主啊，我们要看见你的教会要被建立，要兴起。主啊，我们要看到福音传到地极。主啊，我们要看到桃园的百姓都要来信主。主啊，我们要看到台湾要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是个高举十字架的国家。主啊，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全家都要来得救。主啊，扩张我们的境界，带领我们的脚步，主啊，能够走在神所祝福的道路上面。第三个，求主与我同在，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如同雅各在伯特利看到天梯，主啊，有神的同在。主啊，如同亚伯拉罕在曼利的橡树看到神的同在，如同以撒在旱地来耕种，在那一年有神的同在，有100倍的收成。主啊，有神的同在，在约瑟不论在监狱当中，在蹲坑里，主啊，在危险的地方，在丰年或是荒年，主啊，有神的同在，主啊，就胜过一切。主啊，带领我们在呼召之处，主啊，我们献上我们对你的敬拜。主啊，当我们敬拜你的地方，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当我们用心灵和真实来敬拜的地方，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亲爱的圣灵，请你来造访我们的心。亲爱的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职场当作活祭献上，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足坛献祭，在我们读书的地方足坛献祭。主啊，在我们的家庭足坛献祭。主啊，借着祷告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你。当我们足坛献祭的时候，神你就要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每一天用灵修笔记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就有神的同在要与我们同行。主啊，当我们用你的话语只要来塑造我们的心，来祷告祈求的时候，今日事今日毕，圣灵要帮助我们能够靠主得胜。最后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主保守我们不遭遇试探，不受艰难。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保守我们，主啊，不遭遇试探，不受艰难。主啊，因为这是神你所要给我们的祝福。主啊，让我们能够勤奋的工作，认真的学习。主啊，但是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主啊，让我们能够积极的，主啊，明白神所要的。主啊，走在神你所喜悦的路上。主啊，当
灾病来的时候，主要奉耶稣的名来斥责这一切的撒旦的诡计。主要当试探来的时候，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来斥责撒旦，主要叫撒旦来退去。主要当试炼来到的时候，主要我们要靠主来得胜。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是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有真理的带子束腰，有平安的福音鞋，有信的盾牌，有圣灵的宝剑。主啊，我们要胜过一切的试探。主啊，我们要靠主来得胜。谢谢主，主啊，谢谢你。亲爱的天父上帝，今天晚上再次聚集我们，在这个月当中，我们不是只有今天为工作、为学业祷告，在整个2月份，主啊，我们都要看见我们在工作上面的蒙福，看见我们在学业上面的蒙福。主啊，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主啊，不论是年轻或是壮年，或是退休，主啊，我们的信心都要不断的成长再成长。主啊，我们要扩张境界，我们的教会在今年60周年也要扩张境界。我们不是只有看见现在的迦南教会，是要看见那更荣耀的迦南教会，那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主啊，圣愿你赐福于我们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常与我们同在，保佑我们不遭遇患难。主啊，使我们迦南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活出荣神益人、有神形象丰盛的生命。主啊，愿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工作、在学业、在生活上面来得胜，能够来活出神你美好的信实和荣美。谢谢主爱我们，也谢谢主带领我们，盼望在下一个月我们继续操练祷告的时候，看到更多的见证，看到更多弟兄姐妹经历神你的祝福。谢谢爱我们的天父，接受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对你的敬拜。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让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彼此的祝福，也愿上帝的祝福与我们同在。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最后还有3分钟，牧师也要短短来分享一下。上个月祷告会要结束的时候，牧师有问说：“你相信你在这个月会蒙福的，在财务会蒙福的举手。”那时候我没有举手，但是我真的相信，我上帝要祝福我。所以1月份过去了，那牧师只能够说，真的牧师也经历在财务上面的蒙福。虽然教会没有加薪，当然是教会每个这个。都有这个有一个这个双薪呐，但是上帝在这个之外，要祝福我，所以让我可以祝福我的孩子，我让我的孩子去攻读，做家事，然后给他零用钱，他们的零用钱都领得比他们过年的红包还要开心，那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你要有一个信心，就是你所求的，上帝在听。你要有一个信心，在这个月，你要为你的工作、为你的学业来蒙福祷告。你要相信上帝要在这个月来祝福你。所以，同样，今天要结束以前，牧师要问大家：你相信你在这个月会在工作、在学业上面蒙福的？相信的，请举手。好，感谢主。当你相信，
上帝就会按照你的信心来成就。不要害怕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你要担心的是我没有准备，这个祝福太多，我的器皿不够。你会像那个以利沙跟那个穷寡妇啊，器皿赶快再去借，借到没有器皿。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是无处可容，无处可容。所以你要有器皿，你的器皿不要找那个破掉的，你的器皿不要找那个装下去就散开的。你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上帝要祝福你，让你是无处可容。我们再唱一次这首歌，好，然后把赐福于你改成赐福于我。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力，愿主的力时时围绕，恩典将赐福于我，赐福于我，平安喜乐天天充满我。愿主的恩惠慈爱与我同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也跟着一起唱，你时时围绕，相信神要赐福于我，恩典降下，赐福于我，平安喜乐天天充满我。举起我们的手宣告，赐福于我，赐福于我，平安喜乐天天充满我。赐福于我，赐福于我，平安喜乐天天充满我。赐福于我，哈利路亚！赐福于我，赐福于我，平安喜乐天天充满我。赐福于我，赐福于我，平安喜乐天天充满我。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拍掌，把神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呢，去祝福7个人，好，7个人，好，说在这个月神要大大的祝福你，在这个月神要大大的祝福你，在这个月神要大大的祝福你，在这个月神要大大的祝福你。这个月神要大大的祝福你，这个月神要大大的祝福你，神要大大的祝福你。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好，愿神祝福大家。好，这个礼拜天有和会，好，也欢迎大家9点半开和会，好，请大家准时来参与，平安。